多谢志仁看过国民党、民进党的画面来看民众党。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高屏摕早起呢，甲这副手吴欣明回访台北，沿路扫街拜票，未少疫情支持者拢徛出来收听，现场袂输是大型的嘉年华。被问到讲，屏东县议长这个周典伦的查某囝，这个周明阳发声明讲，郭台铭挺好友谊，无要挺郭文铁。高屏摕呛讲，这逐工拢有人咧操作气报。 口号声起起落落，支持者嘛盛装打扮，规路扫街就参像一场大游行。支持者热情应援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。签名握手拢无凊彩，郭文铁转来到台北抢选票。若面对屏东县议长周典伦的查某囝周明阳，伊发出声明讲，郭台铭挺侯无挺郭，郭文铁嘛是正面来回应。 也没有媒体联访啊，他每天都在操。你不要一直跟人家聊天啊。没有其他可以做。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支持你？你觉得呢？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希望。抢少年人的票，伊真有信心。这届扫街除了副手吴欣盈，还有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黄珊珊，还有学姐黄静莹，表现民众党的团结精神。我带白纸来了。 支持者真激动，把白纸举起来。虽然选伫咧平常日上街，不过支持者原啊真济，歌营配把握最后的时间，要拍赢选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